大家平安出头天今仔日是7月26早起7点咱192回世界台湾文化论坛，咱要讲的主题是安怎找台语找台语是一个网站网络公司伫咧顶悬会有足侪项代志会当做主要是来评书店啦真感谢黑米做这个公司，互咱有这款物件通好利用对咱学习台语有大帮助今日要讲的内容就是头一个是这个找台语要安怎找来讲内底有啥物件通互你找小可讲一下安怎甲因赞助落尾若是还佫有时间来讲一寡特殊的敲找的手路安尼讲是安怎咱需要来利用这个找台语的公司因为伊是学习台语的好公司，你若想要学台语要甲台语捡倒转来，一定爱会晓利用若无你就袂进步安尼进前是有这两项公司啦头一个是找台语就是咱今日要讲的主题这个找台语你通看到伊讲若是书店有影咱普通听到找台语的情况是网络书店，不过事实伊凭网络书店当做的代志较侪比如讲伊有册读你通伫内底直接读有真侪物件好读伊有一寡比如讲网络顶的 YouTube 的适应你若想要讲倒一个 YouTube 捌讲到我想要知影的意思来遮这个会甲你报佫有当时你伫Google 要去找一寡台语的资料Google 是全世界网站拢有嘛，所以伊会专工甲你拣台语的资料出来互你看说白咱这个找台语的网站嘛，这款的算讲是互你注心敲找台语的内容的这款的功能就是挂伫咧 Google 顶悬安尼，所以这就是是安怎讲找台语这个网络公司讲若是书店早前佫有这个教会部的资料库阮在利用法度是安尼就是拄到一个语词袂晓的时阵，毋知啥物意思去找台语找若是这个语词知影意思比如讲已经找台语找过知影意思毋过要知影讲大家安怎来利用要知影足侪例句内底安怎用这个词阮就去教会部的敲找资料库去敲找，就看到足侪人写的例句毋若是干那偏书店的迄个人的意见真侪人要安怎用毋过即马即个公司就已经无去中间伊甲伊收起来，讲无要阁开放互大家用毋过不要紧因为前日迄个甲台语文促进协会有甲教会广播签合约，讲要甲即个公司阁定期倒转来毋过就是欠人欠钱啦即个代志嘛是黑米会去做，就是甲找台语共款黑米会去做安尼咱就期待甲伊赞助有钱有人才做了会紧安尼爱紧甲即个公司摕倒转来，若无咱学习台语就是有真大的阻碍啦即来讲，什么时阵你会想要去评书店有两个组合啦头一个组合就是你伫咧文章内底读到一个意思毋捌比如讲请看因拄着性命在拍搏的时无分离的乱杂这拍搏是啥物意思毋知影伊就印伫遐着，咱就去找台语甲这个字填伫咧单内底送出去找台语就会去逐本的书店内底拢甲你敲甲你讲这个拍搏是啥物意思另外一个组合就是你去听到阿娘讲我无爱迄个查甫人卡先听这卡先是啥物意思咧听无嘛含安怎写都毋知这要安怎去找咧咱较等下嘛会讲所以大概有这两种组合你会想要去书店内底评伊的意思咱来看找台语内底有啥物书店会使找着
上要紧的吼，当然是这两本吼，台语大词典吼，顶卷甲下卷吼，这个苦沙瓦桑伊这是台湾总督府出经费会去备办编辑的书典主要是出台北腔算是即马上介好的网络书店。想要讲上介好，因为感谢林俊玉长老甲伊翻译做台语，已经翻译做台语咱咧看都较看有个第二个原因就是，你看这伊是1945年进前出版的，所以伊这小的书较无受到中国话的污染嘛较佫扣较足矫正所以有这三个因端是安怎？伊是咱即马看到上好的书典另外一本嘛，足赞的就是这个台语新书书啦这个东方报义伊是算是学者语言学者嘛是研究台湾学者，有另外一本册叫做台湾风俗还是台湾习俗这款的，就是讲台湾这个所在人安怎过日，文化是啥物，所以文化语言拢是伊研究的主题迄个台湾习俗就是真侪人有在网络顶引用这本册在讲啥个在讲伊有收集台湾人安怎错干条就这错干条的话用文字写落来大家感觉足趣味安尼就定定有人在打迄张相片，就是伊册内底的相片伊家己无钱通出版，所以安怎？因为迄个警察局有请伊去教警察台语，伊算是有熟悉警察局的头人安尼，所以伊就拜托这个警察协会来甲伊出版，尾仔就是警察出钱就是毋是为着警察来出版的，是为着伊家己想要出版找无钱安尼，所以这是台语新书书伊采用的语词大概都是全台湾拢有，较无亲像台语大书店限定伫台北迄个所在收集，所以你若要看较中部南部安怎讲这本书店内底真多战后的就是上界好的大概就是台湾语常用句类即网络伫讲的内底内容嘛是日本话安尼，因为伊是伫日本教册嘛过来即个1956年的即个台湾白话基础语句这是迄个马里诺，就是天主教会的人出版，所以你看到伊册名有英语内底嘛是英语的解说所以要找到英语的内容这本是有安尼另外三本英语的就是这个安保理这赖英雄长老的网站有小解到这个人伊是新学院的台南新学院的教授嘛代理过院长的工课安尼1972年就是编一本书典所以这是长老教会，毋是天主教有编一本书典想要出版，不过咱知影讲69年开始就是白话字拢互中华民国政府禁止，所以就无法度出版送去香港再来出版安尼这本呢特色就是伊的词拢有讲伊是啥物词，还是实字是活字还是啥物安尼伊的实字真多拢有教伊的组数词，所以这是这本的特色之一第二个特色就是伊收足侪动物食物的名，佮有教列丁话汉名，你就让知影讲这个确实的这个生物咱台湾人安怎甲讲上路尾这两本是马里诺就是天主教会因伫台湾教传教书不过天主教会的问题就是伊用的罗马字毋是白话字虽讲真亲像不过毋是好佳在有咱找台语，就是你去抄即马伊拢甲伊改写做
咱惯习的白话字，就看了较欢喜安尼。这三本是有英语会当找到的，马里这4本3本马里诺出版的一本是中国教会，还有一本是字典字典甲书典啥分差？书典是互你找书的意思，字典呢，伊主要是互你知影讲汉字安怎读，所以咱主要利用的法度，大概就是人名袂晓读的时阵，你去找安尼，伊内底逐个汉字拢有互你激励，讲即个汉字会当用伫啥物书内底，所以有当时你也是完全无法度无别个所在通找到一个书勉强去字内底看伊敢无记着迄个例，拄好是你想要找书内底会用着安尼小可做一个参考。毋过毋是你敲找语词的意义的时阵会当直接去看的安尼。佫剩就是一寡有诶无诶，比如讲日本时代课本内底拢有课文甲迄个单字对吧？所以迄个单字的部分咱就甲扣起来真侪本无共款的资料课本内底单字拢扣出来了后改号一个名做日本时代单字名累积这事实就是毋是书典毋过有即个日本话甲台语的对照嘛会当小可做书典的路用安尼。毋过伊就是较无遐尔专门为着书典在做的比如讲有认真解说有例句即款的都较无安尼参考安尼所以咱来遮找台语了后，找着物件，头一个看当然看台语大词典，第二个看就看台语新词书，第三个看就看台湾话台湾语常用语类安尼，都是大概即个咱要教育的品质来排定就安尼排佫有一寡啦是即个，比如讲即个张如峰教授即两本去这台语白话小词典甲中台字词典即两本拢有适应啥物叫适应？就是你去抄做一个词的时阵，伊会甲你讲伫册即两本册倒一页倒一个所在看会到伊就册摕来并到迄页就伫咧迄个所在玩看迄个词所摆就是帮助你抄并词典因为你若是册摕来要并词典，有阵并足久有即个假使甲你斗3工，你就省一寡时间安尼即两本但是上无白话小词典是一定爱去传的中台字词典，若是你中国话较赢程度较赢过台语事实咱大概拢是安尼啦迄本对你会有帮助好所以咱来看讲来到找台语的网站知影讲这找台语的网站伊的网络的网链就是找点台语点 info 就去遐若是毋知影这记袂起来，袂要紧，你就去 Google 问找台语头一个来就是遮来到遮了后你就看到这个单你单天真会送出去，伊就会当甲你倒敲找我即摆要互大家看的是即个所在即个所在早前因为伊互人看界面拢汉字足多阮遮少年家就会 complain 讲看无即摆较好势因为下面都有即个物件，互你会当紧讲你的界面要用倒一个语言咱就当紧去英语少年家就会当用安尼无英语的界面即件事是因拢走去用别项迄爱台语安尼简单即摆有英语界面就因就较有会来用因为即个网站有咧食饼，所以你经一摆伊就甲你记起来所以这是头一个要互大家看过来咱就来试验一寡敲出拄则有讲拍搏即个例所以咱就来看安怎敲来遮拍搏对所以我已经知影罗马字安怎写，我就甲写一遮是即个敲即个钮
稍等一下，伊就会跳出来。所以咱就看到有3本书典内底有收到这条书，头一个台积大书典，第二个台积新书书，马里诺的台英书典拢有，第这页就是互你就好看一下，讲大概是啥物意思，因为加水拢有，你就让看，原来就是这个冒险的意思啦，咱就去看伊详细。一般来讲，详细内底有更较侪资料，会当互咱看，咱就看讲白话字安尼写，迄个教育部安尼写，汉罗安尼写。这个汉罗一般是这个伊原册内底罗马字汉字都直接写落来，安尼。假说这个冒险投机，这个所在大部分是林俊玉长老翻译的啦，伫遮这安怎翻译来？就对这个书来讲，你有看冒险投机这是原底日本话，拄好台湾人嘛看有这两个语词，就直接写伫遮安尼。有2条，台湾人较看无的，伊就无写在遮，因为有当写安尼啦，你就知讲伊一个人要做翻译嘛是爱开这个工作，有当翻译无矫正，咱嘛是谅解啦，毋过。有当时翻译无矫正会造成咱的困扰，就是讲伊有当时嘛翻译了毋对，所以咱嘛是就倒转来看伊原底册到底是啥物款伫这顶悬伊有一个物件叫做书尾伊讲2057集控数这是啥物意思咧？2个意思是因为台积大书典有2本顶悬下悬，2讲是伫咧下悬内底。574就是伫咧第574页，伊一页内底拢分做3块，这一就是讲伫咧头一块，一块内底有几啊条书，咱讲是伊内底第4条书，所以咱来看这个现原册，这就走去读台语，你看伊的网面是读台语，就是找台语的册读就是你伫遮会当一本一页去看，是后一页就去后一页。明翰你还未换画面，你画面还未切过。就遮你要去后一页、顶一页，你要一页安尼甲拍落，字足细着，你就试落，伊就变大。咱对来讲，伊分做3块，伫咧头一块的第4条，咱有影看。头一块1、2、3、4，有影拍薄，就保险投机，这就敢讲甲拄则咱伫咧网站遮看到的是同款的资料，有当时也无同款啦，迄个时阵就是好咧，搞在有翕相安尼，伫遮咱看得到。毋过这个书咱来看，对讲小可知影意思，毋过伊无例句无啥，嘛感觉讲伊无例句无啥嘛感觉讲无啥理解所以咱倒转来找台记者看别本书典安怎讲。这台积新书内底嘛有拍图，咱就点落赶快看详细，伊就会来到伊详细所在。咱再来看，伊有讲白话字安怎写等，伊有讲嘛有安尼讲呢则讲四号找活好拍，毋知是安怎4号对活好拍4号对活好拍，毋过剩诶无看到资料，敢若看到讲伊汉罗是安尼写，不要紧，咱看伊原册讲啥，原底册迄个咱要看原册之前先记起来，讲但是70216意思共款，伊是702页头一块内底第6条书，咱来看伊诶册，分做702页。分做3块，头一块内底第6条书，咱就来看。1、2、3、4、5、6拍布伫遮。咱拄则伫网站遮，你看伊无计算无例句，毋过伫咧册遮，伊有计算有例句，是安怎呢？因为还袂做到即个网站，还无时间去拍字，
安怎会有时间去拍字，就是爱有人有钱啊，才有时间去拍字。咱看这个计税，投机无险，这甲拄则代志大书店讲同款。不过伊有例句呢，你看伊例句写伫遮，伊讲甲伊拍薄会赚业价，意思是讲迄个钱甲落落减菜会趁钱，讲即号药，互伊食，拍薄看卖，即号药互伊食拍薄看卖。伊讲食了会好袂好毋知影，毋过食看卖。这例句拢有日本话假税，例句拢有日本话假税。咱若小可看无，毋过上无咱来遮看到伊个例句，小可知影讲即个词要用伫句内底安怎用，对咱了解即个词的意思，嘛是有帮助安尼。好，大概是安尼，咱会当倒转来看。比如讲马里诺讲啥？马里诺讲，来看这个话，有2条啦吼，不要紧，同款就是会看到马里诺咧讲啥，用801页，第二题第12条，嘛是会当来遮看。第2条一头一题，第2题12条1、2、3、4、5、6、7、8、9、10、11、12伫遮。画面那边切。无呢？倒就是第2条，伫遮12是安尼算诶，拍薄这大部分都是拍字有矫正诶，伫遮袂看到新诶资料，这嘛是正常。所摆咱找拍薄即个词，就算有成功，了解有意思，了解伊例句安尼。咱过来看一个，咱找大即个字，咱讲大即个字，啥毋知影伊意思。大即上简单诶字，毋过愈简单诶字，咱愈有需要去书店去找。咱来看大，来甲找。伊讲找无呢，是大即简单诶字会找无，因为我遮写白话字，毋过你若是你画面还袂切，爱个敲一摆，嘿。我拍大，找。我咧讲，你也是看我无顺我提醒。你找无，这简单诶字是找无，因为咱遮爱点讲，我是拍白话字，这2个是啥物意思？无共款。即是讲你若是你有拍字软体，你拍出来一单内底填的是白话字，你就要进来遮，若是准讲你拍字软体无开，你要敲的时阵，你就用这个，咱用拍字软体的时阵，是安怎甲大这个字拍出来？咱来看，我是拍DER7，这大会跳出来，对吧？所以我起盘是4个字，就是 DER7，这大写出来。所摆，咱若是要甲拍字软体关起来，你边是 DER7，我无关起来，这边是 DER7，安尼送去都共款，这时候爱经这边输入，你若安尼想啦，就是讲拍字软体人是你，若是比你的电脑在走在碰，你要经这白话字。若是你要甲拍字软体塞去伊的网站去走，你就经这个安尼，伊就是收起了后，再甲你当作白话字来看待安尼。计影做你有拍字软体的意思。所以咱若是要用这找，咱当安尼已经拍做输入法，就计影做有拍字软体关起来拍出来，再字母放伫个单内底送去，安尼就找得到。讲你咧找的字是 DER7，
吼，啊，毋过跳出来诶是大，啊，赶快咱看到哦，因为是足简单诶事，所摆所有诶书店应该拢爱有收嘛，吼，啊，你当用这伫遐跳来跳去，赶快咱先来看台积大书店，台积大书店伊遮有小可甲你解说，毋过咱点入去详细内底看，咱先知讲伊会当做二声，会做大，会当做大细，做非常强烈，身份地位悬，倒平，甲右，咱就入去看。赶快有讲白话字写作大，大本字、小本字，教育部安尼写，汉字安尼写，这部分就书店列出来，赶快咱知影讲伊是下卷419页的头一页内底头一条书，这个解说部分就是林俊玉长老翻译的，不过伊有甲咱即马有甲原底日本话写一只，就是你通对照来看。你也是看有日本话，伊个无需要外国人翻译，这例句，这部分嘛是林俊玉翻译的，伊会甲这日本话的例句大国翻译做大国，大代志翻译做大代志，大事情，毋过伊汉字安尼写，毋过伊迄个汉来注音有写代志林俊玉就写做代志。不过这所在就顶打去，册内底写月大，遮是写大月，有顶打这正常啦对，不过咱看这个例句，拢有日本话解说，原底册内底拢有日本话解说，翻译的所在就检菜无解说，因为大树就是大树，我毋知影要安怎甲你解说大丛的树，都敢若是假写的。不过有一寡例句意思较特殊的就迄个解说都有翻译讲较大心意思是讲拄着困难需要大条钱来开咱会看种这原底册较大心伊都有日本话的解说安尼对那个他库上安怎伊个需要做做钱。明白？你敢有法度加油较大，小可较大？嘿，我看好，安尼可能大家看起来较好势。好，落来。好，所以咱小可顺一下讲，这大字有啥物意思头一个大意思是讲真大迄个意思是讲乌气，日本乌气就是迄个物件最大嘛大月就是困笑真大的月大国迄个所在真大的国大代志大树这都叫小可看过第三个讲乌气啥，意思是困笑啦，咱看后大后的寸笑。米粒大米粒的寸笑就是咱在讲一个物件后大，就是讲伊的寸笑甲后差不多安尼迄个两米斗大意思是讲，互你一个足大的写例安尼咱倒转来看伊的翻译，伊是写大岁，就是应该是寸笑的意思。咱就知影讲，有当时伊个翻译就较无精密安尼。你若是看日本话我其实你就知影讲，绝对就是寸笑，毋是大甲细的意思。第四个咧意思是讲非常讲大拍拼，就是非常的拍拼在做代志，大要紧，非常要紧的物件大着趁趁足侪钱，非常趁钱第五个意思就是讲强烈强烈风真大毋是讲风伊包括所在真大，是讲风的力量真强火力真大水流真大不过这个所在咱来看伊的原底册
因为顶外这是啉水有下药哈，下骹这是原地册，原地册是讲流真大，毋是讲水流真大。有一款即款幼路的叮当，就是你无去看原地册，就是会毋知影。第六个吼讲大位吼，大某大兄是大极大吼。这啥物意思？这讲身份地位较悬啦吼。大位就是你若要坐伫遐是迄个位是地位较悬的位吼。大某身份地位较悬的某剩的叫做细姨安尼大兄就是你身份上悬的迄个阿兄是大伊的年岁比你较大，所以身份地位比你较悬即款的咱讲到这个身份地位较悬的大咱来看一个趣味的例有啥来找一个词大路上来，你要看什么大路上？下班，大路上意思上西班牙啦就是你来看这个台语大词典，伊有讲大路上意思是书本啦，书本当然是这个是安怎呢？就是伊是评路上的身份地位较悬的一个所在，对吧？所以这大意思就讲伊身份地位评路上较悬是安怎讲？Spain 是大路上，就是通关路上的人拢是对 Spain 来的，所以 Spain 是身份地位较悬的路上。所以这是咱较早台湾人认识世界的法度倒转来这个大，还有一个例是讲迄个，在讲正平倒平大细平就在讲正平甲倒平敢讲大平就是倒平第八个就是讲迄个光桥的在讲的撇话意思是正平的意思比如讲这个例就是大来，就是迄个光桥讲咱的正话安尼，就发一声大来正话。好这是咱对大这个所在找到的若是有拄看原地册，就共款去点这个下骹的现原册伊就是伫咧第419页头一地的头一条数安尼，就咱找到。好安尼咱即摆看两个例来讲问题若无咱都过来看第三个例讲咱若伫咧单灵通的文章内底读到一句话讲，这是极毒的面或做一生化炭素比如讲咱来找炭素来找炭素来我这边用这个白话字来找我就甲拍一软体拍开拍炭素安尼找咧我搁找一摆，赶快白话字。来，这炭素找到一条，这炭素找到遮侪条是倒位的警察倒位咱详细看。你两边切换的时阵爱换过，对。对，就是有两个找到的无边侪条嘛来遮看，遮炭素这个第二声迄撇伫顶悬这个第二声迄撇
撇伫蚵顶悬，无换过，无测过。第二声即撇伫蚵顶悬，所以是即个所在真差啦。啊，你就会找到无共款的物件。咱来看，这足侪啊，到像下骹即个媒体适应伫咧 Wikipedia 内底有探索即条，啊，即边咧伫咧 Wikipedia 内底有探索即条，敢若一条 Wikipedia 探索即条，所以即个敢若 Wikipedia 用着，所以 Wikipedia 是安尼写即 Wikipedia 是写做即个撇伫R顶悬的，即边即个撇伫蚵顶悬的应该是咱找台语来定拍字的所摆你因为调和撇伫无共款的所在，你会找到无共款的结果安尼的意思是讲咱上好在找的时阵就是用拄则讲的迄个拍字软体塞去网站迄边，安尼来敲出较好，伊就袂有即款的毋知调和撇伫倒位的问题所以咱换一个法度，切倒转来用输入式来找就拍这个所在咱有知影讲，因为你若是伫找台语即个拍字软体要拍看数的白话字，你就是起加的6加的6起落看数会跳出来，对吧？所以咱有照安尼起咱有知讲拼音起做2个 N 迄个 O 即个字有葫芦点的 O 即个字起做2个较古早的拍字软体是U啦毋过找台语就经无法度咱就照安尼拍，你拍U是袂跳出来，一定要拍U因为我用译团的拍字软体拢是拍U，所以来到遮有淡薄仔袂关系毋管安怎，咱就是所以用即个输入式来敲会较好还有另外一个美感就是讲即个连位一般的读学你莫写浪格嘛是会使就毋管是用连位还是浪格意思是共款咱就用安尼来敲卖看卖想我无？我讲拖是迄个第3条。歹势，想毋对，拖错。好，都拢有而且即个Wikipedia 2条拢有跳出来这就是甲咱讲尽量用输入式来找较好咱看台语大词典伊探索安怎讲共款拢是上好是点去看一下，上好是原册嘛看一下即讲第3题第2条来看一下伊伫第3题第2条就是探索写一个国的意思就是即个词是日本话的汉字直接摕来读做台语的台语音安尼像即个单数这嘛是国，意思是讲日本话的汉字就安尼写，咱就安尼读安尼好安尼就是基本的敲出的例毋知讲有问题咱过来看就是英语的敲出的例头一个比如讲我知影讲有一个词意思是咱的年岁差12岁毋过就是想袂起来迄个词安怎讲即阵要安怎我就来即个找台语遮讲我要找英语的因为12档嘛，我就拍英语的12档安尼甲伊找落伊就跳出来马里诺内底有收原来12档或者一起年就想甲跳啦，一起年无毋对还袂册歹势拄则无看着我抄一摆互你看好来遮英语内底拍12档
敲落，又跳出来zucchini，本来就是zucchini，毋过咱若是饲相关的再去敲，你有看到伊敲着较侪，想要敲着较侪，拄则咱甲敲即个zucchini对吧？就是即条zucchini，毋过咧，只有讲 period of 12 years，是讲一几年，差一几年，differ in age by 12 years，这是咱拄则原底在想要一开始想要来找即个12档，是因为要敲即个数差一几年对吧？你看伊差伫倒位，就是咧，即个英语即栏内底若是拄是咱咱拄是咱印伫单内底的遐个字，你就是敢若敲会着伊。若要敲即个，咱听见单内底的字头前还是后壁，佫有别个字斗伫遐有头有尾溜的时阵，你就敲袂着，就需要来即个所在点即个相关的，对共款的，甲出来相关的，你才会去找着，即款除了你要找的字掠外，佫有别个字藏伫个同一栏内底，所以用相关的才会找着遮个物件。即个意思是啥？就是讲，你若知影讲你要抄的物件，大概是输调，就是字典拢有输调甲假说对吧？你若是你要抄的物件是输调，你就用共款的去抄，因为输调就一条一条伫遐。若是你睇讲你要抄的物件出现伫咧伊个假说内底，你就点相关的，因为假说真有可能除了你要抄的字，伊头前后壁都过加别项物件伫咧遐 ，a period of，放伫头前安尼，所以这是迄个相关的甲共款的，安怎来利用？安尼，敢有问题？咱过来敲一个，比如讲，咱遮少年家英语拢真厚台语袂晓讲，所以若是讲要敲即个 L 字即个字，咱就共款来敲看觅，因为因为基台讲伊是出现伫假说内底嘛，所以咱就用相关的去敲，敲即个字，甲敲落，咱就找着足侪，你看拄则若是无经相关的，即条都袂出来，因为后壁佫有物件，所以你若无经相关的，大概一条都敲无，拢都敲无，有经相关的才会弄会出来，意思就是万事调数，就是迄个咱出山的时阵，有迄个白布顶悬写一个一个词，甲伊纪念即款的，好，这是咱用英语来找咧，用汉字来找咧，咱就遮个字拢试看觅，我先切做转来遮，咱来 copy paste， 因为真有可能是你一个文章内底看到毋知安怎念，因为毋知安怎念，你拍字拍袂出来，对吧？所以咱就是敢若会当来 copy paste，因为咱机台即个物件是一个输调，所以咱切做转来共款的，因为伊毋是罗马字，咱要用汉字找，所以即个所在安怎进度无差，就甲 paste 伫遮，就敲落，安尼敲落了，你就通看着讲，即两个汉字安怎念，念做悲伤啦，若是较还袂来找进前，你可能会读悲伤，对吧？出字读做悲伤，过来，一个一个，毋知安怎念，所以 copy 来遮，paste 找，讲回复啦，原来是读做回复，回复，倒转来遮，咱要 copy，
植物哦，就是讲这个汉字是安怎读啊？过来哦，这个好啊，这找就一条吼，活动吼，活动活动啊，这都有看到两个吼，伊讲平平的汉字，毋过读个法度有两种吼都透趣味吼来看这个王玉德伊讲吼，读做活动吼，例句是囡仔真活动吼，意思就是发的意思啦吼，目睭活动吼，目睭在叮当吼，在发展吼有教育部吼，教育部敢若活动吼大部分拢敢若活动吼这个才有 YouTube 吼，这讲吼。家己讲说出是 YouTube 伊就讲伫笔出内底有讲到即个词吼，即三出应该是同一出会看，对咱来看讲在即大书顶安怎讲即两个真差吼，咱拄则看到迄个活动吼，意思是活泼的意思吼遮都有例句吼，毋是有解说吼若是即个读做活动的时阵咧，点入去伊讲，伊就是日本的汉字读做台语音吼读做活动嘛无解说讲是啥物意思你就爱知影日本话伊的活动是啥物意思，你才有法度知影这意思若是咱较有伫读例句的吼，就知影讲读做活动的，读做迄个活动的意思是活泼，不过读做活动意思是一个 activity 安尼咱来看这个无看到迄吼不要紧咱大概就知影讲是安尼过来后一个咱就来看讲用中国话敲出来的咱共款甲即个放来中国话遮咱找相关的好因为有可能是中台才找得到吼咱就看到讲即边 Embry 有Embry 嘛有活动嘛有活动拄则是安怎咱用汉字找无Embry 因为伊 Embry 迄个是写伫咧中文内底，所以用中文才找得到Embry 伊无汉字伊敢若有台语罗马字中文安怎写英语啥物意思所以有当时你看袂到伊汉字咱用这放落都看会到活动意思是activity 安尼意思即个马里洛嘛跳出来，拄则无即嘛有同款伊就是白话字中国话英语伊无汉字无台语的汉字真烂所以来遮才找得到教育部敢若写活动毋知是啥物意思要互大家看就是讲咱伫咧TJ 就看会到中台书店就讲中国话讲活动即两字的意思是啥物咧？你就爱去看迄本册698页的正评第4个所以咱来看有影甲迄本册现甲698页正评即2、3、4第4个都有影是即个中国话的活动活动讲台语我读做活动还是活动意思是课外活动伊这读法就国家日本书店收的国无共款伊是活动毋是活动嘛毋是活动即款我就是参考
啊用这就是适应安怎用，就是伊会甲你讲哦，迄本册编去什么所在，伫什么所在会当找到你要爱迄条书。好，一个就是因为咱会当对拄则超出咱然后看讲，这个计艺术是还佫有足侪工爱做，比如讲，有一寡拍字无拍了，则翻译无翻译了，就是欠人欠钱，所以就是请大家若是有法度，就是赞助一个，这个大家去Google找台文家新闻，就是这个赞助这个网站的迄个网页，就是伫遐。那无咱来到这个找台语的书店，遮有一个架户，遮有一个架户，7月，嘛是来到咱这个我爱切咯，伊架户7月迄个画面爱切过。对，来到这个 Linktree 就是所有甲台文家新闻，还是找台语在家史相关的一寡新闻啊啥才有一个赞助就有你若去这个网站平台赞助录卡片，咱是美国人当然有卡片通录，若是伫台湾可能你直接用银行转钱较好，因为去平台寄付，去平台抽8趴，你银行转销敢若抽10块对吧？所以不过咱若是人伫美国，可能无法度，就是爱去这个网站去寄付。我是逐当拢寄付，小可寄付一寡啦今年还未寄付，我今年在想讲，我可能寄付互去年，去年才对银行转过，就要互这个平台抽8趴，可能转销抽5趴，安尼尔，有差一丝啊。我若寄付互去年，我会当报税金会当省一寡，直接去网站录卡片就无通报税金无通省，所以今年嘛是会寄付啦，就是请大家出寡钱互这个计划会当愈做愈好安尼。佫较重要就是讲，过来咱这个教会部的资料库嘛是要定期起来嘛是需要足侪钱足侪人，以上就是主要的内容不过过来就是有一寡超出的美感，比如讲拄则咱讲迄个卡线还袂甲大家讲要怎找着对吧？因为敢若听着声，毋知要拍这时有一寡其他的美感，咱应该是还有时间能继续讲落讲特殊的超出的手路，咱会使用一寡特殊的符号就是白话字母用到的符号来造成一寡超出的效果比如讲，你是用一点字用一点的意思是，这点伊是凊彩一个字这个字有可能是列丁语的字母，有可能是迄个印度数字，有可能是一个汉字就是你写一个点了后，迄个网站就是有可能的字拢甲伊试一摆比如讲，咱来敲做加点来右看卖有找到啥你会找到加你会找到加第2声的加，你会找到第3声的加因为这点会当是2，嘛会当是3，伊凊彩什么字拢会使是你若找到第5声的加，会找到第7声的加你个人找到该因为这个点会当是一个一字你若找到高，因为这个点会当是一个乌字，你若找到角，因为这个点会当是一个白字，你若找到角，因为这个点会当是一个假字所以意思讲，这个点什么字拢会使啦会当来有影来试看卖这个时阵你一定要经输入式袂使经白话字，因为伊毋是白话字，有一个点这个物件要当是白话字对吧所以点安尼经这个输入式这个摕掉敲落咱看出敲着啥有影对则讲的第7声的加加第2声的加第3声的加有足侪你要看全部，伊就甲伊拢总列出来所以这是点字的内容，就是凊彩一个字放伫遐过来这个 Whiteboard 意思讲 Whiteboard 内面你写的字，伊经一个出来用
啊，所有的字拢甲你试，哦，比如讲咱写哦，鸡鸭哦，我某爸爸哦，咱找到两个物件，就是甲甲甲，哦，就是这个字哦，你这我某内底物件爱看作一个字母，啊，这个字母有可能是哈，嘛有可能是白，啊，会使伊就是应该我唔晓会讲，所以伊哈甲白拢会去甲你试，哦，所以咱来试一摆看卖，安尼。画面也白册，啊，我敲出就是鸡鸭我某爸爸吼，就拄则讲迄啊，都有影你通找着甲甲甲，拢找会着，啊，安尼找啊吼，就是互你看到一个，就是甲即个音，伊词条足侪，有足侪条词，拢是甲，啊，毋过甲即个音吼，甲即个音敢若两条。哦，一条就是 end 的意思，另外一条就是 combine 的意思，啊 combine 甲 end 差不多意思嘛，就是混做伙的意思。啊，剩呢有足侪吼，拢是叫做甲。啊，咱讲话讲我甲你安怎啊？我甲你去食早顿啊，毋过咱写字上好是写做甲，是安怎？因为甲即个词伊的意思伤多啊，咱若是甲即个有法度区别的，超过伊毋区别，所以读起来，然后再读负担较大安尼。所以你看咱会当利用即款特殊的敲吹手路吼，来做一寡技术的研究，找到证据讲是安怎写作甲并写作甲较好安尼。好，来，后一个吼。若是一个问点的意思是讲，问点头前迄字，会使有，嘛会使无，比如讲，若是咱会找即个 C E A 问点哈，你会找到两种物件，一种是是，一种是小，就是即个问点头前迄字是啥？是 A，即个 A 字会使无，嘛会使有，拢找会到，比如讲，咱会讲鸡鸭骨母两三问点。意思是讲，问点头前迄字，问点头前迄字是啥物字？迄字是，迄字有可能是两嘛，有可能是三，伊会使有嘛，会使无，所以有三种组合，就是伊若是无的时阵，你找的是第一声的加；伊若是有的时阵，有两种组合，一种是两，就找到第二声的加；另外一种组合是三，就找第三声的加，安尼，所以这是问点，意思讲头前迄字会使有嘛，会使无。即个青点就是讲，伊头前迄字，会当出现几若摆，啥物字会当一个白话字内底是出现几若摆？普通敢若 N 会当出现两摆 ，A 会当出现两摆，大概无啥物白字会当出现几若摆。毋过咧，咱是甲伊甲即个青点甲即个点甲即个一点，当这用的时阵，迄效果就出来，是安怎咧？就是青点头前迄个字，是凊彩一个字，会当出现几若摆，就是凊彩的字来出现几若摆，嘛会使出现无半摆，这青点的特色是安尼，就是有可能无半摆，有可能一摆、两摆、三摆、1000摆、10000摆，所以咱若是用这个GERM 5一点青点安尼来找的时阵，咱来说是，你要找减字，意思是讲后壁即个物件出现无半摆，嘛当找着咸公饼、咸酥鸡、咸鱼、咸菜，就是咸后壁出现一个字，出现一寡凊彩的字，会当出现足侪摆，所以就是意思讲伊咸字后壁拖一个尾流，迄个尾流内底内容咱无注意，啥物拢会使，安尼，嘛会使无尾流。就敢若独一个减字，好，用这法度你通找着啥物物件起头后壁各有字，毋过我无注意，所以这是青点的路用，这个天点的意思甲青点真亲像，真差是伊上无爱出现一摆，所以咱若是拍 CEN 天点，
哦，意思你会找到新甲新，是安怎咧？因为有出现一摆就是新，啊，出现2摆就是新，啊，出现3摆就无即款字啊，3摆以上就无即款字啊，就找袂着，所以就找到这2个词。啊，这个拍线点的意思是讲声调无第二，比如讲咱找，找什么可能较无，咱找新物较好，来找来看一下找的啦，来，咱就找，比如讲新物，这个后壁这个音节，我声调无啥确定，拍一个拍线点。啊，你这安尼就第一声、第二声、第三声，伊到第8声拢会吹到。啊，第8声佫有无关的大合对，即个啊、B、D、G，这4种大合拢会吹到，对，吹到这种声调无要管诶法度。啊，看吹到啥？咱就伫这个代志新书内底吹到，第4声的新咪，甲第8声的新咪，啊，你就要去看伊的警察是啥，啊，你家己再去看，我即马就。先莫讲互你去了解，伊出现伫工字啊啦，就是你若是看伊原册，你就要伫工字啊看到伊，啊，就通对照，讲是啥物所在无共款。好，来，大滚点，大滚点的意思就是甲你拍这共款意思啊，意思啥？简单讲就是伊是一个音节，啊，那大滚点的可是，意思就是讲是一个音节，而且。会使无，安尼，所以咱来看一个例，咱是说大滚点，大滚点会可是 R E 拍线点，这是啥物意思咧？就是我要找一个3个音节的字啊，因为大滚点是一个音节对，头一个音节我无第二，凊彩啥物字拢会使，第2个音节我无第二，凊彩啥物字拢会使，第3个音节，伊要有 R E 伫咧内，伊的母音是 R E。而且声调我无第二，这拍线点的意思是讲，凊彩的声调拢会使，伊的头前迄个主音我嘛无第二，头前会使有一个主音，嘛会使无，所以咱就来找看觅，看会找到啥物。咱拄则有讲迄个大部分都合即个连位，有拍无拍拢共款，所以你嘛会当安尼拍。意思是共款的，迄个有连位无连位拢无差，咱甲连位写伊嘛是无差，这是咱拄则例句讲要敲吹，咱看吹到啥？会吹到来看代志读书电话，迄个鸭菜，像头一个音节咱无第二，第2个音节咱无第二，头一个音节无是第2个音节无第二，第3个音节一定是 R E 做母音，声调无第二，所以按袂乖，按波这啥会吹到咧，这无下咱要吹条件啊，啥会吹到，因为咱若点入去看，伊除了讲按波这，佫有讲阳光西，这个都有下咱要吹这个条件，所以有当下因为有讲到，所以就会吹到安尼，这款的敲吹法度是创啥？比如讲你若是得写7字啊，写到上尾一句，一定爱韵I，声调我无管，就是欠3个字，要安怎咧？你就通来遮，安尼来看，你就通找着大概互你一寡灵感，讲会安怎用，搞袂使，检测就是你要爱，对吧？所以这敲吹法度就是安尼来利用，过来好手点，好手点就是讲伊好手点内底写的是一个字，什么意思咧？比如讲，咱用引起敲吹，要敲吹迄个水坝，毋过你若是直接拍水坝，因为咱讲敲吹引起你会甲相关的拍开对无？所以你要敲吹水坝，煞会找到 fundamental， 因为水坝这个字出现伫咧 fundamental 的中，
就去吹掉。不过无想要安尼吹掉的时阵，你就是用好手点甲伊框起来。这个时阵呢 fundamental 就不会吹掉啊，因为讲这点这个字爱是夹伫一个字，比如头前后壁拢是人格啊，还是讲安怎啊？伊袂使是伫个字的中间出现安尼。个另外一个就是迄个外摆点外摆点有足侪路用主要是造成讲迄个所在。对外摆点的当作无，但毋过就亲像数学的外摆点同款，就甲一个物件，一个你写的物件一部分当作一个单位安尼，尾也是要拆掉，数学来就是安尼对吧？就是外摆点是要拆掉的所以咱来看用外摆点会当找啥？会当找讲定复的结果比如讲我若是安尼拍，这是啥物意思？头一个是一个音节，这个音节是啥物物件我无注意，因为这个大滚点，这个大滚点的意思是一个音节对吧？外摆点尾也当作无看到对吧？所以你讲事实无拍外摆点你敲出来时无外摆点这个物件，敲出来结果无外摆点这个物件头一个是一个音节后来咧，这个倒撇字是啥物？倒撇字就是甲头一个外摆点的内底的物件相像。所以咧，唔管这个音节是啥，伫遮会完全共款，佫出现第二摆。伊都唔是凊彩，这第二个音节都唔是凊彩的物件是爱甲头一个音节，唔管你敲到啥，爱甲伊完全共款。第三个音节佫是一个大滚点，意思讲这佫是是凊彩的物件。第四个音节讲，这个倒偏两，意思讲爱甲第二个外摆点内底物件一模一样，所以你就会找到，头一个音节，定复两摆，第三个音节定复两摆，这款的物件，你就找到，比如讲，叽叽嘟嘟，马马虎虎，就是头一个甲第二个相像，第三个甲第四个相像，我若是安尼写来，就是头一个音节凊彩，啥物物件拢会使。第二个音节也是凊彩，啥物物件拢会使。不过第三个音节爱甲头一个音节相像，第四个音节爱甲第二个音节相像。你就做到古早，艺术这款的。第三个甲头一个相像，第四个甲第二个相像。这款的物件。这嘛是同款，你要写要做研究，要写作的时阵，都有利点。这个外摆点甲底高点，意思讲底高点内底的物件，凊彩经一种。拄则咱有讲迄个挖宝，嘛是对挖宝内底的物件凊彩经着。不过挖宝内底的物件，敢若会当是一个字母。若是外摆点甲底高点来使用的时阵，就是这内底的物件经一个。不过伊无一定是敢若一个字母，伊是会当是一罐字。比如讲咱是安尼拍，你会当找到好人。歹人、死人，就是这好、歹、死这三个经一个好的第二声是好人，歹的第二声是歹人，死第二声是死人，安尼，就当安尼来吹。这普通是，若是你无啥确定头一个字是啥物的时候，你人用这个法度来吹着。有送气无送气，会当来吹着对吧？这可能较有咯就是挖宝加迄个倒撇连位，倒撇连位的意思就是对这字到这字，对这字到这字，所以 L、M、N、O、B 拢会使，C、D 拢会使，加A、B、C、D、U 拢会使，就是对这字到这字中的字母拢会使。挖宝加这个线点，挖宝加线点就是讲，这个挖宝内底的字无要用，剩的拢会使。所以这第三个字母会使是数字2、3、4、5，因为伊毋是 N。这第三个字母会使是 A、B、G、D、B、U、E， 伊毋是 N， 但是你袂找到 N， 所以你袂找到干，不过你会找到加安尼，所以什么字拢会使，都是袂使是 N 这个意思。你才会当写足侪条，比如袂使是 N 嘛，袂使是 C 嘛，袂使是 D 嘛，袂使是 B， 安尼，伊就是甲你讲袂使安尼。好，
我戏啊哪会无去？认真要讲戏啊煞无去哦。好所以咱会当倒转来看，咱拄则一个5、6天的录音听到的，迄个卡声，毋知安怎写着，但是咱会当确定啥？伊上落尾一定是声，迄个音听有真第一声的声迄个上开始一定是卡对，中毋知影，是毋是安尼说？对，头前一定是卡开始，上落尾一定是声，中是啥物物件毋知，所以我就讲中会当有一个凊彩的字出现足侪摆，出现几摆拢袂要紧，安尼就会当找着咱要找的物件。来看者，毋是看声，咱听着毋是迄个字，卡声对啦，就是即个字，意思就是讲，迄个查甫人去卖的，去抽的，去抽的，迄块叫做卡声，安尼。好，所以今仔日就讲到遮，看大家敢有问题。清准遐有一个问题，伊讲你拄则讲，迄个一撇有一撇的迄个为撇去正边的，伊讲敢是正撇点，因为你有一摆，倒撇毋是正撇，就是伊是，这是要安怎区别？就是讲，伊是撇向正边，毋过就是伊是倒撇去倒边，头是撇去倒边，是无？伊是讲，迄个符号是我要甲伊叫做倒撇，正撇还是倒撇？对。是迄个符号做倒撇。你写就是你敢有看到开讲经内底青春兄即马写的？hip head 青春兄讲 hip head 敢是正撇点 ？hip head 是叫做倒撇，正撇是另外一个，对吧？正撇是一个你的起盘的问点，迄个字下骹是正撇。是安怎安尼号名？是安怎安尼号名？对倒边撇过来啊。对倒边撇过来就是倒撇。对啊。大先咧画迄条线的时阵，是为倒边撇过来，就是倒撇；是为正边撇过来，就是正撇。可能阮的号名是受到英语的影响，因为 backslash，甲另外一个正撇是 slash， 安尼。英语节是 backwards slash forward slash， 而且毋是倒边站，而是后壁甲头前。颠倒版的 backslash， 对吧？好。安尼今日就讲到遮，看大家敢有啥物问题？拄则你咧讲迄个捐款去互迄个金南书院所以是毋是讲美国诶，住伫美国诶朋友会当先捐款去互金南书院，较做一捆回去互即个找台语？是会使安尼做啦，对吧？毋过因为阮家己人都较好势处理嘛，对吧？就是就讲好势即条钱是要互找台语诶，大家若是要用安尼来省税金是 OK 啦，毋过你爱甲阮讲，就是讲即条是要互找台语安尼。对啊，你著较规气就是讲你一当做伙汇一遍就会使，免讲若汇一个50，你就爱汇一遍对。你当来积起来到年底也是讲是个月，也是几个月做伙汇，安尼就简单啊。所以敢有人会当做即件代志，咱敢若5个人呢？嘛需要有人来整理即个名单。我感觉若是大家要
因为我家己嘛毋是安尼做，就是直接互找代志安尼，看你你若是可能较好有，势。你若是嘿有台湾的网络银行，你就直接转钱，就好，对吧？敢有啥物讲闹交，还是讲迄笔感觉一定爱补充的？若有要听较详细，就是其实咪通做，啊，毋过因为美国的时间可能对来讲伤早。我来其搭迄实咪讲个加西米做讲座是，迄个资讯来互大家看。其实咪讲做是逐个月台湾时间，逐个月第3个拜一暗时8点到10点半。好录音啊。无录影，哦，因为我家己讲做较无爱录影，是因为我较爱我通常拢会先问讲人爱要听啥货，因为我较无爱讲我甲见讲拢讲共款的，因为我感觉，因为其实讲实个啦，像伫找台语内底物件，拄则是足简单讲过，其实若要讲，会当上无讲规工拢无问题啦，就是内底敢若迄资料要解说内底有啥物资料，内底有啥物资料，逐款有啥物特色，啊，你要安怎用遮个资料，迄就诚讲啦。啊，佮莫讲去敲碎，其实敲碎大部分人拢较会用，所以我其实若其实咪讲做时，我大部分拢讲内底资料有啥物特色，因为这大部分人毋知啦，大部分人可能就看头前会当去迄个罗马字啊、汉字。中文、英文、日文，安尼，就安尼找尔，啊，毋过毋知影即个资料要安怎利用。像其实我会做注重去讲，你资料，你找出来了，你爱有能力去判断即个资料是好还是歹，你要安怎去比较，要安怎去参考，啊，逐款资料的特色是啥？你爱知影，无你其实看的资料，就像你去图书馆边册共款嘛，你全部拢去看，问题是遐资料足济，啊，你敢知影讲迄个资料你到底要安怎利用？若准讲是其他的，其他领域的资讯，检测你可能你是读迄个领域的资料的人，你可能差不多看过，你会知影有一个心肝头内底有一个底，迄个资料是较好的，是讲即个资料是较歹。我讲一个较简单的，你去菜市仔。去买菜，你大部分人应该知影讲迄菜到底有青无青，类似安尼啊。问题是台语文即个知识无啥人知影，所以一般人其实分袂出来，就是像即摆一般普遍着大家咧讲的迄款台语拢较毋是，就是较讲较白就是中国语化的台语。所以你若要去捡资料的时阵，就是你上好是爱有能力去判断迄个资料是好还是歹。包括讲像拄则有讲到迄个教会公报，教会公报伊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伊是为清古时代到甲战后的资料，要成百档、80几档的资料拢有，所以你会当比较。历史资料嘛是共款，迄拄则看到无共年代资料。嘛是共款，像我若较简单，你若毋知影着，我拢会先小解讲，先看台语大词典，台语大词典若无，就是看台语新词书，因为台语新词书伊词的量较少，毋过伊算补充伊带共一个时代，带好伊即两个资料夹做伙，即马现出是所有的台语词典无骗即个资料更较好的。所以迄个资料是上好的。毋过有一个毋是欠点的欠点，就是因为伊会伊的时阵到现代，遮个事无收，所以你得需要其他的资料去补充。所以就是这个时阵，我就会去建议去看其他的资料。我会先建议去看伊这台语白话小词典，因为伊收迄本书典，伊收的时阵的特色
就是伊其实资料足济，毋过伊为着要方便人使用，迄张如洪教授伊方便人使用，伊迄册头前有写，伊有特别拣较口语的日常生活较实用的词来记。所以其实迄有一定的程度是补充较现代语词口语较有咧讲，迄款词定定是日本时代迄书店的资料，遐是讲日本时代的遐资料是较无缺点，迄就会当去补充。当然若即几本拢无，就是其他的资料你拢有当做伙去参考。伊迄就变做是较散，因为逐款资料有记着物件，特色拢无啥共。你若真正要用中文去找，上建议就是迄个张如洪迄本《中台历史典》，因为目前我手头有诶资料，毋若是纸册，就是线顶资料纸册，顶全部所有诶资料，迄本是上好诶，因为历史诶资料是上丰富，个内底对应台语诶迄个方式是较端定诶，就较毋是徛伫中文诶角度念甲读过。像你若去找爱台语迄个资料，就较歹。伊诚济迄种是因为伊诶角色是完全是中文诶角度咧想讲台语要安怎讲，佮去创造遐个词，遐个词去创造遐个参与诶人，其实普遍迄个台语诶能力嘛无介好，后代去倒去转去安尼，无人去管理迄个技术诶品质，就是公开互大家去竞，变做你会使去参考，毋过迄个品质相对来讲无遐好，所以你若准讲恁一定要用中文去找资料，我是上建议看迄本，这拢有做实验啊，所以你若咧用时紧紧，毋过就是你要有迄本册过来就是其实迄个详细找遐拄则无讲着，详细找会当找高阶资料。高阶资料内底，其实你阁会当去看迄个资料内底有啥物烂位，你就知影讲内底迄个资料有啥物特色。像有诶人会想要特别去找迄种相关词，就是意思差不多的，还是讲意思共款诶共义词，还是讲意思倒变诶，就是对反词。即款资料其实内底嘛有，毋过迄个资料毋是讲介济。佮其实拄则有讲着像迄个组数词，组数词嘛是几本资料内底伊有特别刻，这个资料嘛毋是讲介济介完整，毋过若甲你讲倒几本内底有，你就知影讲要安怎去找。当然你若去找词，其实遐词全部拢列出来，你若一个点去看，你就知影讲有诶无。毋过你若知影讲倒几个资料内底有是较紧会当找着。所以其实内底遐个资料讲是会足复杂，足济无毋对，毋过嘛足复杂，因为即摆典管是有90几万条，所以要知影迄个资料要安怎用，其实嘛是学问啊。对，所以其实我若敢若讲遐个资料内底有啥物款资料，有啥物特色，就爱正讲啊。是安尼啦。所以其实当然就是我平时其实我甲人用袂甲遐深啦。当然拄则讲其实有诚济个，其实拢足深入。我通常拢会甲上简单一般初学者较常用着。头一个就是拍线度，拄则讲着，拍线度，因为大部分初咧学的人就是罗马字要学较紧啦，声调要学就较学，因为台语足困难的所在就是变调，咱固定写字是拢写分调无字的足侪个，所以咱讲话甲写的时阵其实无啥共。过来当时的变调，迄毋是有一个固定的规矩，迄其实有规矩，毋过迄个规矩足复杂的，真学写做一个足简单的规矩所以基本上无法度写做规矩，简单讲就是安尼所以迄个物件是你爱有能力去有这个语言的能力，才有法度去知影讲要安怎讲。所以大部分的人你若单单讲，我讲话
影迄个声音要去掠迄个到底原本声调是第几调的，爱用迄个拍线图去找，就加足简单。像你若有咧拍字的人，你咧头前先字母你拢会晓，会晓了拍字上只拄着就是第4条、第8条咧缩音的后壁报道搁好，毋知影倒一个。啊，所以你若用拍线图，你就足简单会当找着，因为伊所有的全部拢一概替你找出来。啊，咱台语的语序有一个特色，就是共款字母无共声调，字无介济，所以你若有咧用数字法，特别是你若有用拍台语数字法，你其实一个拍你就足紧就找着你要爱的个数，因为哪拍伊会哪显示。你若用电脑的目前信望爱数字法，伊就无法度，就是你爱先拍了这个词含八迄个 space， 伊才会走出来。啊，你若用迄个找台语共款，你就是会当用摇的，就是你知影字母了，你就当用拍线图去摇迄个声调。啊，你若就是拄则讲，你若连字母都摇无啥会出来，就是你会当用迄个杜根仔号，还是讲我号做海鹰号啦，用那海鹰，嘛人讲杜根啊，嘛会使。啊，或者就是迄个就当代表迄个音节内底凊彩啥物物件就对啦。伊嘛会当代表规个音节，伊嘛会当代表迄个音节内底一部分的物件。所以迄个物件就加做好用的。你若有诶时阵，那就像拄则讲，你若单单听着一个声音，毋知影要安怎，毋知影要安怎吹，啊，你就有可能较确定诶，当去拍出来。是讲无确定，你就用迄个海燕号甲取代，就是当去伊个讲啊，可能我听出来讲，这是3音节诶数。我就有几个要确定，我就会用迄去取代伊。因为你若全部，你其实你拍3个海燕号，你会当找着全部3音节诶数。啊，问题伤济啊，你嘛歹找。所以就是你若提供你若资讯，伊就迄个过字就要找着较紧。啊，所以就是迄个通常就是你若听人咧讲话诶时阵啊，有诶时阵摇袂出来。啊是有一寡状况是，人咧讲的迄种声音，特别是台语有做者迄种声音数啊，还是讲语声数，用声音去表现的，像拄则有讲到一个什物叽叽嘟嘟，叽叽嘟嘟，啊，迄后壁迄种嘟嘟迄个声音嘛是讲像什物甜蜜蜜，像即款声音数吼，伫台语内底，无共人咧讲，迄声调变化诚济，所以书典内底无得较纯着，所以你若有差不多知影迄个字母声调无确定，还是像即款较声音数变化，我就会用拍线图去找，安尼你就较有法度找着迄个数是啥物意思。啊，你嘛会当找着，讲迄嘛有通安尼讲。所以我差不多我拢会先讲即两个。啊，刚才拄则其实有讲到一个，迄个要写押韵倒句，其实我有设计另外一个符号，就是迄个鸟鼠仔号啦，就是 email 中迄个鸟鼠仔号，迄个 at 迄个符号，迄个就会当直接找着迄个押韵倒句。通常就是你若要写念歌啦，啊，较现代就是讲你若要写台语歌啦，通常迄拢有押韵嘛，拢有倒句。迄款的其实就足好用。啊，我迄是专工为着要写念歌歌用，因为念歌的迄个押韵的规则其实佫较复杂。伊譬如讲，伊后壁迄个好甲平音恩，伊其实算共一个，啊，报道佫是分开的，其实迄佫较复杂。对，所以我通常就是干那，我会讲较简单的，互一般迄个使用者会用着。啊，内底有一寡足复杂的功能，有一寡是你若会晓用迄个，就是 regular expression， 就是迄个正规表示线。其实伊的功能是，你若会晓用迄种规矩去找，差不多啥物规矩，啥物款的足复杂的规则，你拢会当找着。啊，毋过我有甲一寡较实用的，佮专工生新的符合起来，互大家用。像拄则看到迄个拍线图，迄个鸟鼠号，迄拢是我专工写规矩去转换，靠用一个较简单的符号来取代。所以一般的使用者就当足简单去使用。啊，所以你就毋免去学迄种足复杂的规则。啊，所以差不多台语较实用的规矩，我拢有写伫迄个安怎找迄页内底。啊，你若
毋知安怎找讲袂记伫迄句，就是我内底拢有写建本，你着去靠迄个建本去找，就会当。像内底有会当找 ABB 即款的词，讲迄个白会当讲啥货，白稀雪、白苍苍、白细细，类似即款，你会当去找ABB，还是讲 A 后壁有两个音节的词。类似即款，你就会当用无共规矩去找，这可能是一般人可能较会用到啦。你才讲即几个，对啊，拄则有讲到牛角啦，毋过无讲要安怎找，其实就是家己点入去找，伊自检查找迄个法度吼。你有用迄个双引号甲无双引号有前差，你甲你用 Google 咧找意思是啥？你若有用双引号，就是代表迄内底物件爱全部拢有固定是迄个物件。你若无用双引号，用伊 Google 的迄个判断的手路去摇讲，你可能会想要找啥货，所以你就无得开始一定完全找着你要爱的物件。你遮想要无直接囥一个坑互人拍，因为安尼会去顶悬饲迄个合物件，对吧？因为无法度啊，因为迄伊的机制就是安尼啊。是哦，一定爱若无你得爱家己起网站，家己接 API 啊。哦，迄得爱个另外开钱。我即摆用的即方式是毋免直接倒伊的迄个画面入面，倒伊的迄个机器入面，用即种方式就是较简单免钱。啊，无你用 iFrame 囥伫遐。我无确定是毋是当安尼处理，因为我目前是主要画出一个画面入来先互人看啦。你若有需要你点。对，因为我当然你要固定，你要固定囥伫遐嘛是会使啦。迄会当去改迄个网页，毋过我想讲也是互人去点出来时阵去看过，因为主要是惊有人一万毋知迄要安怎用，所以我内底有小可控制。其实佫有其他的网站啦，我迄个台湾家私密内底有写其他的网站，我有倒去一寡网站，遐个网站其实嘛拢有当找，有诚侪资料当找，迄就是佫较侪无共款的资料，佫来就是拄则有讲迄个教会公报，全部的资料，因已经互我电子档案，刷来就是爱去处理。点数档案是向何里？向来都来。比较甲公报写好个啊，已经甲全部资料。其实之前迄个阮们教授遐嘛有啦，毋过伊遐个资料可能无遐好，就是可能有诶迄个印刷无甲遐好，有诶可能会欠，教会公报写互我是因之前印刷本专栏诶迄个原始诶档案，所以全部拢有，做前册。毋都爱拍字哦。拍字问题即个讲，我有甲因参详，对，这还是讲另外私底下再个讲。好。下底有几个网站啦，有其他的网站，迄拢是有相关的。有一个目前还袂囥去，因为内底还无资料，就是白话日记的。白话日记的大部分是教会公报，对吧？佫有一寡。我就是按照要囥白话日文，当然上大的就是上济就是迄个教会公报，我会先处理遮。其他其实我之前嘛有做过，像迄个十万关键，我嘛已经有全部处理过，有校对过。佫有其他，我印象就是主要是我之前读册有读过，我感觉已经有整理几本啦。迄部分资料其实迄嘛会当用。
看你有啥物问题无啊？用个用讲遐迄个问题，你讲伊要用语音输入就对了。啊，这其实要做，应该是会使做啦。毋过就是爱去有迄个，爱有才调有迄个语料，啊，过来爱去用遐个技术去训练出来。啊，另外一个，较大诶问题是，若就找台语目前有诶遮语料，用语音出来的资料，可能无法度像用拄则迄个直接拍白话字，也是讲用一寡规则去找的方式，佫较好用。嘿，因为迄伊敢若会当找差不多声音诶嘛。你若语速诶料无济，像教博书店即马伊其实有迄个功能，会当用语音去找。伊若语速诶资料无济，伊会当较紧找着迄个数，因为数诶量无济嘛。你差不多声音诶数无遐济，啊，毋过你若是找台语遮要处理着无遐简单哦。伊诶资料量可能会，就是出来诶资料你会足歹找啦。简单讲就是安尼，嘿。啊，所以我嘛是较建议讲，迄个白话字一定要好。啊，另外就是我有淡薄仔白摕去做即件代志，因为其实即件代志我做过真正就讲啊，啊，毋过大个人一直感觉讲啊，即马时代就是一定要有迄种 AI 的技术啊啥货啊，因为即款技术嘛毋是足新的物件。就是伊当然即阵仔即几当的即种技术，伊是会当，我讲较简单就是较活跳，伊的资料伊的使用方式较活跳，无像较早迄种，比如讲伊的 context 无法度遐济，伊当像人安尼对话有当记物件，但是讲伊参考的资料当较济，是讲伊当参考看会着即马线顶的资料啥货。啊，其实即个物件较早就有啊，就是讲伊会当使用的迄个情景差不多啦，啊是讲伊即摆的功能较强些，啊毋过就是爱倒转去思考即个有即款产品会当帮助啥？我其实逐个拢爱去思考即个问题，因为我较早是做产品，你爱思考即个产品出来诶。服务的人是啥？你会敢想看嘛？会去用语音输入的遮个人是啥？啊，你就算准讲有好啊，显示出来的物件，伊有法度用偌济？我毋知你讲听有无？我会问迄虾米，我甲会当问一个问题吼，补充一下。嘿，像讲即马咧算迄款迄个 AI 吼，啊，你会当用迄个华语还是英语吼，还没开讲嘛吼。啊，即摆我甲问讲，啊，你敢会晓讲台语？伊嘛讲会晓。啊，毋过其实是伊会晓听啦，啊，伊袂晓，伊到尾拢用华语甲你回。我是感觉讲到尾啊，要会当即个看为一般人吼，甚至袂晓罗马字也嘛会晓使用吼。假使若是会当讲有来用声音吼，啊含机器会当讲话对话，安尼应该会足大众化。哦，比如讲即摆我听白讲啊，我听白讲。即摆其实英语已经有人用即种足侪技师嘛，足侪公司咧做嘛。就是讲你想要学英语的，你会当用遮个技师，去甲伊对话啊，是讲你讲了啥款会甲伊纠正。毋过重点是啥物人会去用这个物件？我讲的意思就是安尼，就是想要学英语的，而且伊想要学英文的，是啥意思？像之前足侪人一直咧讲，啊，你太无有一个语音的台语输入法，啊，问这个问题上济咧问这个问题，是啥物款人？
就是伊无想要学台文，嘛袂想要去学台语，伊就是笨蛋，伊就想讲啊，我都讲话上好就有法度出来，啊，毋过伊头壳内底想象的迄个物件是伊看有的字，啊，迄个看有的字到底是啥物字？哎，嘿，所以我的意思是讲，若准讲好，找台语有即个功能好啊，啊，对，因要使用即个机器，到底有偌大的迄个动机会当讲，哦，我有即个物件，足侪人就想要来学即个物件，敢有影安尼？是不是毋是安尼？啊，所以目前像语音即款的物件，大部分较实用的拢是用伫语音指令尔。像我，因为我房间内底拄好冷气歹去，啊，所以我嘛拄好看到迄个国际牌，因拄好有出迄个会当用台语的语音的指令去叫伊开机，还是关机，还是温度要调较悬较低，风要较大较细。啊，其实真正因嘛有来找阮请阮斗翻译啦，因有委托就是其他的厂商啊，因来用来找阮斗翻译，所以我知影即件代志。啊，所以我嘛拄好因前几个月因拄出来，我就是随便去食。所以我即摆是伫厝里若要开冷气是当家讲台语。若是即款情景，就是使用的迄个情景，其实是较实用啊。啊，其他的使用的经验其实较少。啊，所以我意思是讲，大部分语音即个物件，通常是伫即个语言使用者去帮助伊加一个利益，会当较紧去做即件代志安尼。这就是我拄则讲的迄个，有即个物件到底会当得到啥？啊，大家所想的毋是讲啊，有即个物件了后就袂输讲我就甲台语救起来，敢有可能？啊，所以我家己咧做代志，我是较注重讲，啥物真正会当帮助咱去学习台语，会得到较大的利益，我想去做。简单安尼回答，但我感觉起码大部分人听袂入。就是咱爱先救家己，才有法度叫家师甲咱救。家师是来甲咱帮咱的，毋是咱爱有才调叫家师替咱做代志，毋是叫家师甲咱教。对啊，啊，所以其实我定咧讲，因为即摆真侪人误会去用迄个 AI 的技师是啥款，其实 AI 即摆大部分伊有法度处理的，通常就是两种啊。我拢会共解说讲，你若要用这个技师，通常有两种状况。一款状况就是你出来迄个答案是无标准答案，比如讲艺术、歌、图迄款物件，你若讲图顶管有字，迄就无可能，因为字毋对。若是图迄款是无标准答案的，你比如讲，你若是叫伊生一个人加一支手，迄当然就毋对。毋过你若是画图迄款的艺术的，无标准答案的，所以伊有法度处理迄种抽象的图，还是讲迄种艺术的迄款的图，还是讲音乐这嘛无标准答案的。系啊，有各种的音乐啊，到底是啥款，伊嘛无一个完全标准的答案。即款呢，伊产生出来，你要安怎用，这无问题啊。啊，另外一款就是你就是已经知影即个答案是啥，毋过我笨蛋做，还是讲我知影要安怎去找，啊，毋过我笨蛋去找，所以我就叫伊找，我叫伊整理出来，伊出来的答案会当互我到甲可能6成到8、9成，安尼我会当较紧的，是讲整理你的，甲内底一寡毋对的物件迄个摕掉，啊，过来可能一寡我的想法入去，我就变做讲。有一个人替我斗做，就袂输我请一个技术共款。啊，有可能做毋对，还是讲有一寡无好势，我再去试下个去改一下。买手即个物件才会当出。啊，即摆人毋是啊，甲伊当做答。对啊，所以其实伊无法度处理到迄种程度啊，因为伊资料人做伙，伊也毋是人啊，伊无法度判断迄到底是对毋对，伊无迄个对毋对的概念。好啦，这看懂小问题。
毋知大家敢阁有啥物问题？我搁补充一下好吧？像讲我用我个人举例啦，吼，像讲即摆等要写 Messenger 吼，啊，其实若要用华语去讲吼，啊，你现甲讲，伊就随写出来，啊，足简单的当送出去，就免去拍字啊。啊，因为我拢习惯，我差不多和人咧沟通，拢习惯用台语拍出去安尼吼。啊，若假使讲所以我会不时想讲，假使若会当用伫 Messenger 顶头，啊，用即个台语的语音输入安尼来讲，那对我会省足侪时间啦。啊，我即摆可能听下米安尼较了解吼，我有较了解，可能吼问题卡伫倒一搭，你敢毋知影？种卡伫伊遮大间公司内面吼。伊犹阁无甲台语列做一个会当对应的语言啦，所以咱安尼做就真忝啊。所以你即摆要入去，若讲要安尼时吼，你爱讲有一个讲好，我即摆要用一个迄个台语的选项啊去输入，安尼毋知法度通做有够嘛吼。啊，毋过即摆来我插一个，其实已经有公司咧做啊。有做侪公司咧做，爱用是伊有啦。今仔你讲伊有法度知影你咧讲啥，啊伊嘛会当甲你翻译做其他语言。迄其实今仔拢有啊。哦，系啊，伊有公司咧做，迄种叫做好啊。是讲伊可能台语语料无够遐济，伊无法度做甲做亲入的。啊，有可能有可能台语甲中国话，伊可能是难做伙。有可能因为伊语料内底语料有声音甲文字的资料，啊若文字的资料，除非讲伊有特别去剔个讲遮的全部语料全部是台语，毋过即马通常咧做即款语音的转换的时阵，伊其实会较做伙啦，伊就无咧插你讲这是啥物，伊就是全部拢甲你弹入去就对啦。因为你安尼全部弹入，就是你常时讲台语人中国话，伊嘛知影你咧讲啥。安尼这应该袂歹啊。但我对有啊，迄其实即摆就已经有啊啦，即摆公司就已经拢有做啊，这拢已经有啊。啊是讲迄水准无到其他的语言遐好呢。啊，这是对一个平台，对一个通讯软体有啊这。都侪公司拢有做，台湾公司嘛有，海外公司嘛有。啊，毋过就是我拄则讲重点就是，迄个物件是帮助会晓的人去用的。啊，逐个去想的拢是讲，我要帮助遐袂晓的人来学，就倒变啊。若是大家无啥物问题，明翰你敢要小可小解私语啊？就即场差不多就到遮，安尼。我甲私语的迄个 Linktree 甲迄个咱的网站个面册放来遮啊，大家会使用手机啊翕相即个 QR code， 就会带大家去京南私语的网站啊面册啊，阁有寄付的所在安尼。京南私语是啥？会请明翰来了解。你无开麦，你麦克无开啊？京南私语就是阮伫北加州做台语文的书工啊，即马上开上侪时间的业务就是教台语，才有即侪台语人第二代，就想要学安尼，另外就是教材，就是因为嘛是算是教台语的一部分，剩下就是较一寡有诶无诶台语文的书工
嘿，这是属于的网站，嗯嘿并且大家加起来是讲 Instagram 社交媒体伫遮，Linktree 伫内底，这边就有属于所开的课程，即马当咧进行的就是有闽南写作班，即摆是请拿纯粹先生来甲咱教，个过来就是家父其他的所以逐个月拢有一个请阿卡的活动，对，这是邀请大家同齐来参加。即月日是明仔载要义检，对无？对，嘿，后个月要来教大家煮点心，看热人有啥物较凉的点心，豆花有诶无？大家来做，对，9月要烘肉，阮都有安排啦，8月初，阮的读册会要开始，就读陈明仁的小说，9月初就是基础的台语课，大二班嘛会开始。迄边是爱去北加州台湾会馆迄边学位，对无？对。安尼相关的资讯提供互大家参考。属于嘛有家己的迄个YouTube， 这是属于的 YouTube， 大家看者，内底拢有像属于有去比赛夏令会演讲，这就是去比赛夏令会演讲迄摆的录影，正正穿卡若是有一寡较特殊的活动，就是嘛会放来遮，大家当来属于的迄个 YouTube 这边看正正相关的影片。好，安尼差不多是安尼。好，看梁公兄林汉是梁公兄敢阁有要补充？好，真多谢金南孙医今仔日来遮精彩吼，个下暝嘛会当安尼遮换过来甲咱安尼斗老练吼，其实吼好，迄无遐尔简单呢，我感觉好特殊用法的吼，我会搁来慢慢去搁学看卖啊啦吼。毋是遐尔简单啦，其实你爱有用着，甲你讲，你才知影要安怎用。所以其实我拢是遮读册会时间拄好要找迄个事，我才教大家安怎用。无你其实向甲你讲这要安怎用，你不用写，你也袂用着。你向要用的时候，你嘛毋知影通好用。我即摆手机版吼，含即个可能有较无较新的款。毋通用 App， 就直接去伊个网站开 Safari 还是开 Google Chrome， 要去网站用，因为 App 怪怪。安尼哦，所以我毋着甲迄个先甲拆掉。有。迄个足久啊啦，因为买手我着无搁用 App， 因为我无遐济时间啦。因为其实一个人替我着爱做一摆款，所以其实我一款平台我会一定做一摆，所以大平台我拢爱做，我加费去。所以我买手就是全部拢用网站。即摆网站你嘛会当用手机开伊就是其实就是有手机的界面通去用。即摆嘛有伫顶悬嘛有教大家安怎去甲你，就是放一个迄个图伫你的桌顶，就类似 App 安尼共款。你开起来伊就是像 App 安尼。顶悬拢有教你安怎用，你若有需要使甲伊。伫即个找台语网站顶悬有一个 App， 内底就有教大家安怎甲直接甲找台语即个网站放伫手机的桌面，你就是直接拍开就有啊，像咱要开browser 共款安尼，直接拍开就有啊，即页大家使参考，就叫做找台语 info 后壁是 app 安尼。大家使伫遮就教大家安怎用，拄则就是比如讲迄个咱旧的，像我家己正毋知影讲会当直接甲这放伫我的桌面的时阵，嘛拢用迄旧的，旧的就是有当时有一寡字找无，对，就会有即个问题。
好，多谢，安尼后礼拜再会，后礼拜是欧妈妈会来主持。读册会，嘿，啊，好，安尼大家拍扑克一个来。台湾人继续加油。录影撳起來。嗯